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偌大。实在有够苦，我即马都来找伊算账。阿叔，妈，代志已经过去，再说。这边哪会样子？阿姨为着这件代志，遐尔生气。阿母误会我一定要来向解释个清楚。哎呦，心兰呐！你即马去，你甲阿母讲啥物，伊嘛袂听。遐尔生气，无效啦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啊，这你嘛毋免烦恼干呢。过几工啊，阿姨若无生气遐，再甲解释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吼。袂用。我已经负心了，也毋过，敢阮表兄的？当然是阿英的，阿是感觉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你都莫相信我是无？心兰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阿姨，伊一直想要有一个囝，我想讲，一摆伊若转，要互伊一个欢喜，想要讲，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早伊腹肚底有囡仔，我想只要将伊腹肚内囡仔留体，就算讲伊跳入去溪，伊嘛洗袂清，一定会以为迄个囡仔是伊甲别人的，所以才毋敢洗落来。心兰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，你莫遐老想啦，来，啉这茶，莫阁想啊啦，来。安心，多谢你。
心兰啊，无论你是人还是鬼，拜托诶，出来甲我见一面好无？心兰，老大哥，顶回阮出来到这时阵吼，并无发现母仔囝下落。也毋过我咧想，咱若上细做，因母仔囝一定住在井内面。好，过来做。我囝就是住在遮哦。命里有时终是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君子带赤为旁分，何事念轻日夜愁。你真是唔去甲我去？你真是这么怨恨我？你明知我操红秀是不得已的，你sao哪去甲我见面？老大哥，你莫伤心，伊会无想要甲你见面，伊落落这嘛是要来。你讲了两次，伊嘛是听无啊。我买你回家，我要1点钟听到伊，我一定要等下伊等到着。心兰，你有听到无？除非你出来甲我见一面，要是无我永远无爱离开家。无，咱还是回来去啦，吼。无，我要踮遮等你，我要踮遮等你。行啦。无，我无爱，我要踮遮等。阿兄啊，是啥物代志？七早八早喊个大细声咯。你看啦，这是，嘿，安奈会安尼？阿爷啊，你看卖。阿姨，阿爷，我走啊，请恁原谅我。我知影恁一向对我真好。真疼惜我，我却是做出这种代志，真是对不起恁，尤其是对心兰。我知影我无资格要求伊来原谅我，千错万错，拢是我的错，我真该死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要来自首，讲出我家己罪该万死的罪行。我若走了后，恁一定要去甲心兰接倒转来，请恁甲伊讲，我真对不起伊，一世人无法度来赎罪，后世人我会做牛做马来报答你，最后祝你甲心兰幸福快乐，安寿。你这是何必苦呢？虽然讲有做唔对，嘛免得。哎呦，人做唔对代志哦，去受法律的制裁，我相信伊安尼哦，心嘛才会安啦，吼。老夫人，你唔通艰苦啊！红秀去自首，我相信法律会减去一件伊的罪行。咱即摆上重要就是讲，赶紧甲心兰找倒转来。我一定要将心兰找倒转。
你，我要互你，你阿爸甲阿嬷见面。其实阿母也足思念因的，不过红秀阿姨足爱恁阿爸。今仔因逐个人拢掠做，咱已经死啊！咱无需要搁去搅了伊。你知影阿母的意思无？阿母若带你离开这，安尼，因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念念，我阿母即摆就带你离开这。恁倒都唔免去。阿姨，心兰，甲我回去好无？我拢真思念你。我应该甲你讲较足清楚。你过来这要创啥？你紧回去，莫过来搅了我。心兰，我求你，敢讲你想要互咱的囡仔以后无老爸是无？阮即马真好，你也是赶紧回去，好好对待红秀。你无需要替阮烦恼，阮真紧就要离开这。袂用紧，红秀已经走啊。啥？红秀已经走？我问你，是毋是你甲红秀赶走？毋是，我无怪伊，是伊家己要走啊。伊老伙讲伊家己要去自首，就准讲伊无走，我嘛袂原谅伊。伊甲恁母仔囝害甲遮尔凄惨，你敢拢袂怨恨伊？虽然有做毋对，但过因为伊爱你，伊才会做出这种代志。我无怪伊，假使若无我，恁就会用去结婚，会用过着足幸福、足快乐的日子。无可能，心兰，你知影？我爱的是你，跟我回去，互我好好啊补偿恁母仔囝，好，心兰，跟我回去。心兰，你的面怎变成安尼？你莫看我，心兰，我袂计较你的面变成啥款，在我心目中，你还阁是甲以前同款。心兰，我爱的是你，毋是你的外表。跟我回去好。敢讲你真正愿意要带念这一世人，你都唔肯甲我回去。敢讲你对我一点仔感情都无是无？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也是你还阁一直咧怨恨我。敢讲你还阁咧生气，无要原谅我心。心难的，阿母已经知影唔对，我实在是足糊涂的。假使当初是，我若相信你的话，莫误会你，莫去听红秀的话，颠倒转来听你辩解。今仔日代志都袂变安尼，心难。
你原谅阿母好。心难。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多。多谢恁哦，这顺行啦，好，恁再过来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加油啊！加油！我们大家再见再见再见。这摆若不是伊，我可能还搁住伫古井内。就是啊，是啦，是因互咱一家伙仔团圆。我真希望讲，因为咱会用早日找到因要找的人，甲咱共款安尼团圆。会啦，因遐尼善良，一定会。我相信天公伯啊，我哪会保庇因，保庇因早日找到要找的人。无咱入来去哦。哦。外孙，我这孙挂高水的，哎呀，是个。听着鸟只声，亲像是阮心声。只有一脚皮箱陪伴我一直行。轻轻来叫一声爸爸妈妈，谅比你啊真勇行。拢无输久啦，有影哦。哦，阿姑啊，就我这个我看这个看遮久啊吼，毋捌看讲规阵这个佛祖我都拍踮咧石壁，啊，佮拍甲大阵，你看嘛咧？哦，嘿。啊！以后我做者细阵的咧，对啊，规片哦，你好一工的所在哦，一工落一阵，一工一阵哦，够水的，水咯。行，咱去，行，咱去，为着前途要去打拼，听着鸟只声，亲像是阮心声。只有一脚皮箱陪伴我一直行。叫一声爸爸妈妈，谅比你啊真勇行。免搁吹落去啊啦！哦，恁今仔袂忝哦，我今仔挂内底咧，行就行到咧厝口咧，拢忝起啦。有影啦，阿伯无啊？啊，咱已经遮久来吹，啊嘛吹遮久啊呢。我看吼，这个继续吹落，毋是办法啦。都是咩？这写啥？万般辛苦为谁人？马行千里见青松，是中心知心意。顺过风霜必得上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多。算啦，姑公啊，我请教你吼，你内容遮有一个白马诗无？对。有啊，白马是有啊。有啊。嘿，这，我看卖就知，看卖。嘿，阿姑啊，看卖啊。嘿，百般辛苦为谁忙？马行千里见真章，马是中心佛记心意。是。出来啦！你甲看，头前这三份吼。等一份会甲念起来比白马诗啊！嘿，原来就是安尼啦，出来啦！老师未咧做假呢，无简单啊！
安尼就安尼啦。甲知影伫迄个所在哦，咱规定赶紧来找。石头，阿皮婆，进来！安尼讲哦，我阿公这石头哦，福气回来呢，真是的啊！哦，安尼就紧忙一下。这讲呢吼，无定着吼，你要找你来吼，真叫你找着，真是的哦！你无要见有两个啊！啊，我像咧讲久无忙，就来派等下台湾看种种无。你何必讲？妈，进来看，妈，呀，这阴电，你看啦，假使我来迄个门边，咱要找啊，真紧就找着啊。真是的哦！是啊，妈，咱这去咱后头先看吧。行。咦，啊，笑袂到，这石块都袂走，啊，用什么白条？哎，出来了，你看，有笑块就对，啊，用什么白条的啦？哎，啊，福达，一条纸啊！小妹不错。奇怪了对咧，啊，这边袂走，啊，是安怎用什么白条的？